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伫阮过去一礼拜看过，一时咱真心来甲主相结连，求信心现在都运行伫遮，甲咱相克伫地。嘛求主赐予兄弟姊妹有一粒柔软的心、靠无的心，预备好家己来到圣殿当中来追求伊的面，伫脚步中。献上全面、全心，咱来敬拜。即时，咱为着几项代志，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咱为着家己来认罪悔改，为着家己甲上帝关系来祈祷，为着身体病痛、心灵软弱、世上亲人的肢体，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当心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亲爱的主，是我的主，是我的主，恳求你的帮助，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体谅的背，我们当心将感谢甲恶乐拢来献予你，主啊，今仔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将阮全人全心。拢献予你，感谢你无尽的恩典甲慈爱，保守阮每一日的脚步。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毋乃是单单伫礼拜中才来找求你，乃是逐日的生活拢有你伫阮心内来做主。求信心牵阮的手，帮助阮对你的话语有更较深的领受。亲像伊连葡萄树，愿你的恩典亲像活水，伫阮生命当中会当流转。求你互阮家己结连拿来拿亲，一分一秒拢毋通离开你。阿爸爸啊，愿常常伫无知当中来得罪你，求主赦免阮，求你除去阮肉体软弱。帮助阮来当主点，离开一切卑贱的事。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守住救主耶稣，成做阮万福的源头。求你用主的宝血洗净阮的罪，求信心亲自更新阮，修补阮甲你中间破碎的关系，互阮重新甲你和好，得到新的生命。主啊！阮也特别为着身躯病痛、心灵软弱，甲所有世上亲人的兄弟姊妹，阮来献上祈祷，求你亲自赐阮医治，伸出你大能的手来扶持因，求你安慰悲伤的人，互因的心会当得到你的安息甲平安。主啊，愿你的疼充满伫每一个人的欠缺生命当中。成做阮一时的帮赞，愿安尼当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接下来，咱为着国家、社会、世界局势和平修复来祈祷，嘛为着50禧年教会事工甲国度的福音来祈祷，
嘛为着教会所有的服侍团队同工，有主的恩典满满，服侍会当得哩同心合意。咱献上祈祷，咱一时开声，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主耶稣，我的主啊，求你收天上的我们来我香港爱你上对你来的真理，有社会充满你对世界主我感谢你，恳求你帮助我。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的主啊，求你赏赐天上的平安，看过阮台湾这个土地，互阮国家领袖有对你来遐的智慧，互社会充满公义甲怜悯。面对世界混乱的局势，求你献出主宰管理。伊伫受战争、病痛、忧愁所苦的人，愿你信息会当运行伫遮，互和平的福音传遍万邦，互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成做全世界唯一的盼望。主耶稣基督，主啊，阮的主，你是教会的头，愿求你引带阮伫个教会所有50几年的时间，拢有你来引带带领，互阮毋单单是守伫个厝内，是要行你社区，成做福音的见证。求你开阮的嘴，互阮有传道人的心，同工伫阮所有人的心，互国度的福音伫遮来发光，互更较侪人会当得到救恩，归恩你的名。最后，阮嘛要为着牧者、中职、各团契首长、小组长，所有的服侍同工，愿献上祈祷。主啊，阮知影服侍的路上难免有野生甲困难，求你赏赐阮充足的恩典，信心充满到位同工，互阮伫服侍中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快乐。伫个同心合意中来看见主你的荣光，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门。第三个祈祷，咱为着今仔日下晡圣歌队的决幕会，为着今日2场的礼拜定数，下晡所的讲道，咱献上祈祷，咱做伙出声来祈祷。阮特别为着今仔日2场礼拜5日求，特别求你加倍能力，伫个下晡时的心上，当伊宣讲你话语的时阵，叫你开阮的心，好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成做阮生命的力量。阮你的话语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听了以后，毋单单得到安慰，应该得到力量，会当行出你的旨意。主耶稣，你是爱听学老的主，愿要将下晡圣歌队决幕会交托伫你手中。感谢你，赏赐圣歌队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服侍心，来用歌声来见证你的荣光。求你保守下晡的决幕会，互各教会圣歌队团队当中拢有美好的交通甲学习、甲分享。愿感谢你，最后恳求主，看过今仔日2场礼拜定数，拢会当顺利。愿今仔日所有的荣光拢归乎你。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互咱透早起来就会当做伙来学罗主，咱做伙来学罗咱的主。
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来主，透早起来，我来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来主。这是我邀请会众，咱做伙起立，咱来学罗咱的主，哈利路亚。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来主，透早起来，我来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我来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来主，透早起来，我来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来主，透早起来，我来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我来主，透早起来，我来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来主，透早起来，我来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看顾甲因抓，替你使用阮真侪你的器具，互阮会当紧继续看，子继续赢。哈利路亚！一粒情是也伫残影，风吹日拍雨水管啊。日出花伊唱心心的歌，心心润土予伊勇行。春夏秋冬，上
上帝看顾因带，予伊比这加过一满满。愿心大欢喜，出好乐的歌声，主阮天若甘露，主无路无山，敬畏上帝的义，爱继续传，年年开花结实点信仰，如因点心为主做工心归我。愿上帝你的荣耀遍满，愿福寿命你当在大名，愿心大欢喜就感谢的时光，上帝真美的光永远拢袂花，你主三定的志爱继续也。时时见证主听真长看，传承使命，代代坚信无摇传，愿上帝你的旨意伫正，愿所做应当主性命，一粒真一夜伫残夜，风吹日拍。水管下，日出花意唱心声的歌，心心润土，予伊用行。春夏秋冬，上帝看顾因带。大欢喜，出好乐的歌声，主阮天若甘露，主无路无山，敬畏上帝的义，爱继续传，年年过花结实的信仰，如因电视为主做工心归我，愿上帝你的荣耀遍满，愿所行你当在大名，愿心大欢喜应感谢的时光，上帝真美的光永远拢袂换，你做三定的志爱继续也，时时见证主听真长看，传承使命，代代坚信无摇传，愿上帝你的旨意伫正，愿所做应当主性命，心大欢喜出好乐的歌声，主阮天若甘露，主无路山，敬畏上帝的义，爱继续传，年年过花结实的信仰，主因电视为主做工心归我，愿上帝你的荣耀遍满，愿所行你当在大名，愿心大欢喜感谢的时光，上帝真美的光永远拢袂换，你做三定的志爱继续也，时时见证主听真长看，传承使命，代代坚信无摇传，愿上帝你的旨意伫正，愿所做应当主
是万能的王，是万主的主，完美俄罗尊重你到万代。愿伫列国中要来俄罗你，愿伫万民中要来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伫列邦中要俄罗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我伫列邦中要俄罗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我伫列邦哈利路亚，你的信心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归主你。我伫列邦中要俄罗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我伫列邦中要俄罗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心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归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心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归主你。我伫列邦中要俄罗你，我伫万民中要感谢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你的信心到万世代，你的主爱满归主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信心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主爱满归主你，你的主爱满归主你，你的主爱满归主你。哈利路亚！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222首，上帝最愿代代帮赞。上帝最愿代代帮赞，也最将来恩望。互阮相比大英风台，应点安稳所在。全能宝座隐瞒的面，成都徛起安心。上帝伸手到
亲像过了一暝，后是一件实在真地，10000年久就过。光阴白过，亲像大水，一日予伊流去。功名富贵，万人民望，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愿，代代帮赞，各做将来愿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愿永远问候。阿门。大慈悲，创造宇宙万美，收拾万人好美，予世间人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因你是阮代代的帮赞，阮逐世代拢较无追求，要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甲恩典。主啊，阮感谢你，伫6日的朝麻，伫你的圣日，阮通来到你的圣殿，伫你的殿院，阮通放下一切重担，拨开一切看入世间的甜盘，是因为阮要伫你内面得到新心灵、重新的修复、重新的起造、重新的开展。阮愈较无愈追求，阮所得到就愈多。所以，阮即时当心伫遮，用吟诗学了你，用祈祷来摆列阮的恳求，因为阮知你的旨意伫遮，就是阮生命上大的丰盛。愿阮的敬拜规个讲伫做，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圣神的启示甲引带保守，愿拢满满得到恩典甲祝福。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也愿你的恩典伫每一人的中间来施行。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听咱犹原徛底，咱做伙来纪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陵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他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众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咱请同工犹原把这个使徒信经留在这个画面拄则咱在做伙共读使徒信经有2字牧师来甲咱报告，安尼咱较会了解。伫这页的中间咱以往拢惯势背用背，唔免看。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搁加一个我信。咱这个总会信仰教济委员会有遵照全世界教会的一个小可修订就是讲我信，就是信3位的上帝，三位的上帝。所以我信上帝，我信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神。我信这2字就无搁伫教会是安怎呢？因为咱知影咱普世教会足多毋是教会是权威，是圣经才是权威所以甲迄个我信教会改做圣去共同的教会所以咱若暗念的时阵这2字就无去的意思啦这顺便借这机会甲咱解释安尼第2是咱小等的讲道了后，咱有1个月的这个异地的祈祷。我鼓励咱无论5老4老的兄弟，你有心内有感动，无论是肉体方面的需要，还是心灵，还是你心内所要对主祈求的事，拢通做得出来。
咱做伙同心行到伫主面前，将咱的恳求摆列，欢迎咱大家闭完心，多谢。启引文18篇，诗篇67，我来客，会众来引。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讹乐你，土地有新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咱大家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土地，嘛感谢你小赐阮活命的困难。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心内充满欢喜，要来敬拜你、亲近你、听你的话语。求你开咱的心，互阮感受到你奇妙的贴达。主啊，阮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你引带牧师，中伫同工，甲所有的会友，互阮有智慧甲勇气，会当做你福音的见证。嘛求你看顾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阮特别为着教会中间有病痛，心内有需要的人祈祷，求你真济阮的医生，医治阮，安慰阮，互阮知影，无论路是好行还是歹行，你拢会牵阮的手，做阮随时的帮助。主啊，阮嘛要为着咱的社会来祈祷，求你赐平安伫台湾，伫这个世界，嘛互世界有真理、有公义，求你怜悯、安慰受苦的人，使因有盼望。最后，阮用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圣手，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恭受上帝的话，圣经记伫马太福音5章1节到6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入去，门徒wat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食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枵嘴大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祝。愿上帝赐福听因话语的人。煞者，请以赛亚牧区献诗，献诗是我爱听主的声。献诗煞，请牧师讲进道，主题是领受天国，背后恩典。
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以赛亚牧区，因足重视这个献诗的服侍，因为因一季才会当服侍一届，若认真要过2届嘛袂要紧不过伊一季唱2场啦等下第2场要落地下室唱安尼。咱感谢主，事实献诗无咧分年纪少年儿童嘛会使，年长的嘛会使，上年嘛咧唱，因为唱歌是咱基督徒上水的一个服侍，所以咱呢今仔日下晡呢，咱有要招咱台南6间非常有历史真有基础的这个圣歌队，6间教会圣歌队要做伫这个所在，伫咱的圣殿照着上帝殿富强教会做伙来唱歌学老主，嘛是咱庆祝50周年这个连续的节目的一种。欢迎咱下晡会当较侪人来参加，做伙来听无共款圣歌队因对指挥司琴所配合的下面唱出迄个学老主的歌声，做伙来荣光上帝。咱要分享做话进前，咱大声来祈祷。听我的主上帝恩典施恩赐福。伫阮中间，阮甲你感谢，也阮富强教会迎子50几年，时间脚步慢慢接近，剩最后的2-3个月，阮为着过去这几个月所备办的顺利来进行，甲你感谢，也为着过来，阮脚步搁较紧速，因为要用欢喜而乐来献上感谢，互阮所有一切备办。拢合你的心意，所以阮若是外面、台面的节目，阮家己兄弟姊妹，阮也同心要伫你面前，搁一遍谦卑来领受上帝的话，真侪阮的快乐的来源，真侪阮甲主相同行，传扬主福音的快乐。愿你通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愿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伫即摆礼拜，咱要三甲来学习一个，安尼咱可能真熟的一段圣经的经文，也是真重要。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咱要三甲来学习即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你读圣经读到即段印象真深，咱嘛定定伫迄个圣经的。无论是查经啦，也是特别的讲座，拢会读到登山宝训。伫今年咱迎子50几年，咱也有印象牧师对年初开始，就是用50几年的角度，咱回顾过去的历史，感谢上帝恩典的脚步带领咱。咱安怎互教会成做一个合伊心意的坎特？大声学了庆祝讲主啊，感谢你，阮富强教会50年啊，感谢你的恩典。毋是安尼要歹势头壳毋敢举起来，讲上帝啊，50年啊佫哩哩啦啦、清清彩彩无输无赢迄种感觉安尼。咱勇敢伫主面前讲，我要建立一间下主心意的教会。但是伫我咧思考，咱要挖近即个50几年。咱知影有强盛的教会，的确爱有迄个忠诚、遵主旨意、欢喜甲主相同行的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讲，是毋是会当找出一个系列的讲道，特别是每一个会友基督徒甲主相同行迄个装备，会当更较切实。所以我就找，有想讲拄啊好。剩2-3个月会当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伊的教导来做伙学习。这登山宝训我讲大家拢熟悉，甚至也要暗点啦。但是呢，要真真正正甲伊安尼更较骨深落去，来理解、来实行、来真正实践，正做基督徒的这个特质咱本人大家人家己的装备，安尼咱就爱。强调，搁再强调，也是讲讲解，搁再讲解。所以伫这中间，就讲差不多有安尼7-8礼拜的时间，咱要用登山宝训来学习。想讲用各种的资料来安排，我就想讲应该有真好的这个参考的册，
会当甲咱做伙学习。啊，伫咧找中间吼，牧师有去找到一本安尼真下咱基督徒来学习的一本册，做咱的参考书啦吼。所以主要说即个登山宝训呢，这本册拄啊好是一个出名的学者，叫做 Stott。Stott 伊叫做伊的册名叫做耶稣的邀请，甲 Stott 做伙读登山宝训。啥啊？这本册真适合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出名的学者吼，叫做 John Stott。这本册是这个册皮是安尼吼，耶稣的邀请，看起来是真谦卑吼，真谦卑。这个 John Stott 呢，伊是差不多10几年前就过身英国吼一个出名的圣经学者。虽然互人称呼伊是福音派吼，但是呢是真值得人一个肯定的学者，因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即个福音派，拢对伊真尊重。伊有编辑规个做伙读圣经的系列。中间伫伊若要读真理是规本的，比如马太福音规本的安尼。后来有人讲，来咱甲即个学者伊的精华会当甲整理起来。所以伊就用你搁出一个较谦卑的系列，就是讲一般的会友，毋是牧师啊是学者才读有的。伊讲甲 Start 甲即个学者做伙来读倒位安尼，一本细本。伫我手中有一本，就是一本册细本。我想讲，若用即个做咱一个基础，来甲咱三甲学习，的确会帮助咱兄弟姊妹搁较会当清楚。比如讲，包括咱家己来搁学习，是咱小组长会当通过这本册，咱会当做参考，然后伫咱小组内底来运用，因为内面有真侪讨论，有真侪指导，有真侪讲解，咱会当甲即个登山宝训毋是讲批啊读过尔，是真清楚、真完整来学习。即个圣经耶稣基督重要的教示安尼，这是牧师咧准备的一个基础啦吼。关于即个 Stott 伊叫 John Stott， 伊是2011年就过身的一个学者，是足受尊敬因为伊所研究的圣经就是圣经中的十字架甲主耶稣，所以伊有真侪圣经系列的信息后来慢慢互人整理做当代的信息，所以这几十年来呢，这 Stott 伊诚做真侪基督徒伫福音行动的典范，因为伊毋若是讲解那点，伊嘛指出一个方向，讲基督徒安怎行就会当搁较亲近主，较下主的心意安尼。所以这本册检查会当帮助咱，也通过牧师的讲解，希望咱兄弟姊妹。大家人伫小组，也是家己的灵修中间，会当更加深入，会当较清楚。这个登山宝训到底耶稣对咱讲的什么？咱倒来伫正题讲，登山宝训到底是什么啦？吼其实这登山宝训是后来的人家好的啦。登山宝是后来好，因为就是照咱拄则读的第一节正经节，伊讲耶稣看见一大群人，就上山上山去。讲坐落来开始教导因啦，用这个上山来整理出来，耶稣基督伫当初出来传福音，就上山教示这的学生，这的一大群人，后来的人就是把这个伫山顶讲的这的教导，来改叫做登山宝训，所以登山宝训咱是咧听着随清楚讲，原来是咧讲这段，是登山山顶宝训就是宝贵的教示就对啦。咱伫迄个历代足侪迄个画家拢会甲登山宝训迄图画甲画做安尼真水的图就是亲像安尼耶稣伫迄个石板顶，逐个人拢坐伫边仔听伊来讲解安尼这足侪图即款图拢有拢伫咧半山腰，因咱知影讲伫即个以色列伫巴勒斯坦遐山上悬的是加密山较北边的啦迄个路势毋过若是伫即个整个加利利是咱伫较南边的即个耶路撒冷遐
拢有山轮啊，但是毋是介悬。啊，因为要落去加利利海，拢有一个加利利海较低嘛，啊，所以加减有点仔山坡。啊，古早呢无像咱现在吼，牧师讲到小可细声就会使啊，因为咱的音响吼替我解决较好势个吼。啊，咱的小会想讲吼，要互楼顶的兄弟吼，你听了搁较清楚，准备要搁开钱来整理咱楼顶的喇叭吼，啊，互牧师直接讲，你直接听有啊，伫上尾啊听拢有。啊，毋过较早耶稣的时代啊，无即款福利啊。耶稣的时代吼，要怎听到一个无用麦克讲话的讲员的声，要安怎？伊在找一个安尼，像一个安尼悬吼，啊，佫有暗暗的，爱声袂散去的迄款所在。啊，所以你知耶稣有时伫尊顶讲道，因为逐个人坐伫饭顶吼，啊，对下面起来迄声就会听较清楚。啊，是像种山轮仔顶吼，啊，逐个吼看会到像一个无形一个自然的讲台就对啦。逐个人看到即个讲员，啊，逐个真足来听。啊，即拢是啊历代画家所画的这山上宝训的图吼。啊，当有人讲到底这山上宝训，山上是伫倒位啦吼？咱台南有一个山上教会呢，山上吼。啊，山上也是山顶，是咧讲倒位呢？事实地理、历史背景，有人讲就是伫加利利附近的山坡啦，加利利海吼。啊，即个北福山，即摆人甲号做北福山。啊，伫遐嘛有一间吼，后代的基督徒甲起一间叫做北福纪念礼拜堂吼。啊，你就较好记就对啦。所以现在有个人鼓励讲，你若时间有闲吼，啊，体力会使，啊，一世人若会一遍去耶路撒冷遐访问吼，啊，你会当甲圣经读的，啊，甲你实际的土地来印证吼。啊，其实吼，几啊年前牧师就咧招讲，咱小会来办一个啊访问圣地吼，啊，访问耶路撒冷安尼，啊，讲啊，即几年一直在战争咧，吼，迄耶路撒冷遐特别咧战争，啊，迄炮弹拢咧来吼，啊，招咧到甲无人参加就麻烦啊吼，啊，就怎啊无去就对了，啊，毋过足早基督徒捌去过。啊，即个北福山伫加利利海的边啊，啊，即个历史背景就是讲，耶稣啊，伫咱看这第5章表示耶稣伫马太福音起头，伊出世的故事啦，吼，伊成长的故事啦，啊，伊受洗礼啦，吼，啊，伊伫旷野受试探了，伊出来传道，就记载这篇山上宝训。啊，所以就是拄啊好，耶稣开始伫加利利传道，吸引大群的群众，啊，迄个门徒慢慢啊增加，包括伊伫加利利海边啊招学生，哦，这拢是遐故事的源起头。啊，所以有人家称呼讲，这段拢总三章的圣经，哈，就是天国子民的生活现状啦。天国子民的现状，意思讲你要做天国的子民，耶稣讲的遮，你爱了解，爱明白，而且做会出来。安尼才会堪即讲，我是天国的百姓，就对吼。啊，当即个北福山伫倒位，咱即张是一个加利利海的地图吼。加利利海像一粒珍珠安尼吼。啊，伫左上方啦，左上方边仔有一个加碧龙，咱就较听过啊吼。加碧龙啊，敬尼撒勒吼，就是加利利海的名安尼。啊，遮大概就是即个地图吼，大概伫加利利海的即个。西北边安尼，后来真侪观光客啊，拢会来遮参观哦吼，啊，拢有迄个图片呢。像遮，即个就是伊加利利海边啊，啊，即个礼拜堂叫做北福山的纪念礼拜堂，啊，即间是较清楚啦吼，清楚。我会去几年前牧师嘛捌去参观，啊，内面整理啊真水吼，整理啊真水安尼，啊，大家人伫遐啊买纪念品啊，伫遐翕相啦吼，啊来做。啊，因伫北福啊，伫遐有甲迄个北福印伫即个礼拜堂的壁吼，安尼。他登山宝训到底是咧讲啥货啦？若是甲粗甲分吼，拢总有4个段落。第一段就是咱今仔日要分享的北福。第二段是天国义的标准，5章的所在。6章是咧讲起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第四段是你生命的选择，啊，耶稣对真正的义的解释安尼吼，啊，所以拢总5、6、7 3章安尼。
但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讲，登山宝训吼，只敢若马太福音有写。马太福音你若看路加马可、路加、约翰，无写。敢若路加有写一段，要类似无完整相共。所以有人就研究讲，奇怪啊，吼，是安那？这遐重要的教导，别个无写，敢若即个马太有写。大概有一款的共识，研究的共识就是讲，原来马太福音是伊写出来专针对犹太人写的。咱足侪人有印象讲，头一本福音书是马可，迄阵伊就是赶紧甲耶稣伫世间的故事拢甲写起来。后来马太则根据马可，佮补填这资料，伊大生要写的对象，迄阵可能福音也毋是传到外邦的所以呢，伊重要的是讲要对这犹太人变作基督徒。你有犹太教，你有旧约圣经人研究，但耶稣讲的物件，我要怎互你接受？而且旧约的教示律法，要怎叫做新约耶稣基督新的诫命呢？伊主要目的是为着要这犹太人会当入清楚明白吼。所以有人就是讲，马太要帮助这犹太人通过耶稣的教导，重点是犹太人足尊重君王。因为因咧期待，因的君王大必佫再来所以呢，伊用君王是一个新的模式的角度来，互这以色列百姓、这犹太人知影讲，主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就是新的模式啦。所以旧约有记载摩西上西奈山对无？上帝颁布10条诫。当今仔日新的摩西来伊伫山顶颁布这教导、这教训所以有一个对照这咱听起来是讲，敢无一定爱讲遐尔斗做伙？毋是，这对犹太人来讲是足大的一个敲门砖敲门砖咧。而且马太照圣经学者研究讲，照讲耶稣是毋是坐伫遐甲3章的圣经拢讲了？伊讲大概毋是安尼啦，就是讲将耶稣迄教导的重要的遐种种的资料，甲整理做一个，甲放伫即个所在，有系列的，甲整理起来，甲耶稣的教导正做一篇足长的讲篇，足长的改编。咱都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咱照圣经的解释，伊是专门对外邦人写的。专要互外邦人看的圣经，路加有记载一段6章20到30，甲几节尔定。人家称讲这个叫做平原宝训啦，因为路加所记载讲耶稣伫普通的平地的所在教导的内容较精简，安就对这个意思就是要讲登山宝训为特别的历史背景。马太让完整记录这登山宝训，是因为伊要对犹太人来证明，耶稣就是像迄位摩西同款，而且是来成全律法的，超越更较超越的天国君王甲律法的成全者。尼对犹太人来讲，因会当理解讲，旧约上帝通过摩西来颁布10条诫，颁布遐律法法律。咱若注意看耶稣伫伊3年的传道的中间，伊拢有一寡人，迄个律法师啦，法利赛人甲伊争斗，对毋对？伊就是要克服这本来就明白旧约圣经的基督徒，这犹太人要安怎明白天国的教导？所以这有这个历史背景，咱就通清楚讲，安尼目的真清楚。那这个登山宝训对咱福音教会有甚物帮助呢？咱若要安尼讲，就是讲登山宝训，既然是咧对遐已经认捌上帝的犹太人讲，那安尼今仔对咱福音教会兄弟姊妹，就是咱诚做一个信主久久的基督徒。当然话是最近较来，你要安怎诚做一个上帝心意的基督徒？咱爱家己重新做一段思考甲调整。通过捌福，啥叫做捌福？都毋是讲
8个命令、8个命令无啊？伊讲8个福气呢？8个福气是要互你福气的呢？安尼你敢无要思考讲？安尼我都来好好甲研究看卖，我甲实践看卖咧。啊，所以伫这个中间，登山宝训的目的是啥物？就是为了犹太的信徒建立一个新的律法观啦。早前遐条例律法是真好，但是已经到伫新约时代啊，要安怎超越这个？啊，所以属灵的意义毋是讲亲像咱较早咱真侪较牧师讲救恩会人拢定咧读吼，迄个伦理道德对毋对吼？啊，学校按什物什么资本什么资本啊，拢念足多啊吼，啊念吼啊。有念刷电都无咧做安尼，安尼都无正确啊！迄伦理教导毋是咧互你念字歌咧念心识的，是你真正爱去学习的。啊，所以属灵意义毋是讲伦理教导是安怎呢？是耶稣伊出来传道的时阵，一个天国价值观的宣告。天国的哪度是安尼？啊，咱要在伫地亲像天。咱安尼行出来，就是有天国的价值观。第二是要帮助咱，即个犹太人吼，即个若要讲是像老基督徒安尼，你安怎生命的换新较重要？吼，毋是讲照即个仪式来遮倒礼拜，逐礼拜安尼照章行事，毋是你的生命有换新无？过来是正说咱基督徒一般伫即个异教的社会，伫咱即个世俗的社会变怎？活出温度的生活一个难度，安尼这三项部分对咱就是真有意义啊，真有嘛讲有挑战性的对。所以伊核心的关键是啥物？毋是咱做到啦，这个要求毋是讲我著达到这个目标，我才会当得到救，毋是。伊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救恩，意思是你有得救，你心有改变，你生命换新，你才做会出来。安尼听有意思吼，古早先旧约的圣经内面真侪的律例教导，到最后成做犹太百姓的一个负担重担。好像派一个重担伫遐咧行袂出来，啊，佮加上这法利赛人，这律法专家吼，一条佮加一条，一条佮加一条，啊，加甲互人大家拢排袂起来。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吼，因真规日营营啦，啊无代志做就收。原来都10条戒，后来直加，到几啊百条咧。犹太人较早是几啊百条的律例要求，所以拄则咧讲到去迄个耶路撒冷吼，伫遐观光吼，若捌去的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吼，伫迄个耶路撒冷也是有遐。犹太城市中间有真侪迄个旅馆的电梯吼，无按键，无迄个1楼、2楼、3楼、4楼，像咱教会，我要来5楼就25楼，伊毋免去，伊自动甲你送。因为吼，因为按照即个律例吼，你1号、2号，迄就是咧工作，按就违反按照即个律例啊，所以袂使家己指，互伊家己行。啊，当然，你若到3楼就自动家己出来啊，无人甲你叫，伊自动会开门安尼。啊，所以这是一个足趣味的象征，表示讲犹太人已经互遐律法绑啊吼，惊卡着这，惊卡着迄。啊，所以毋知耶稣定来挑战这律法师。啊，讲伫安怎去做好事较好，还是无做好事较好？啊，这拢是这最的条例中间，咱新的界面，也是咱。三项部分，毋是要成做一个新的迄个器具，甲你合制掉的，是因为你有得到新的生命，你会活出这款天国子民的喜乐。佮而且新约中吼，无有一位会当亲像登山宝训安尼，甲完整刻画出，咱叫做反主流啦。反主流是讲，甲一般世俗的观念无共款的，这个叫做基督徒文化。咱今日来到教会，咱就是要学一个耶稣基督的文化。有时会甲社会无共款，啊，你甘愿吼拒绝社会的要求，我要照耶稣的脚步来行，安尼才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色吼，好像被分别出来了。
被分别出来。这是呈现出天国的生命，伫上帝管理下面活出人类健全生命的样式安尼。所以有关登山宝训咱若读会知影讲哇，是安那讲福气，讲的拢是要求遮多做袂到。既然福气就是我做袂到，得到会得到嘛。所以就会产生出后代的人有两种的较极端的迄个态度就对啦就登山宝训。头一个态度是讲，哎呀，迄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啦永远袂实现的啊，是搭伫壁顶咧，互人看的啦，对啊，看就好免做啦迄款是讲做袂到规气摆好看的就对摆着好看的像咧花杆安尼甲插伫遐水水就要讲一个有毋过免做袂要紧，有即种态度的。另外一种是讲无耶稣讲的无做袂使圣经一点一话拢袂使改爱甲做落去，哇！足侪人讲即声惨啊！安尼我做基督徒袂堪这做袂到。这是到底伊讲了真白棒伊讲这两项拢毋是正确的态度。伊讲登山宝训的目标会当实现，但是要哪实现呢？毋通家己来毋通家己来，你系透过顶头生啦，得到圣灵的圣神的开力才会到。这嘛是咱整个新教咱这新教已经500几年对马丁路德改革天主教，伊上界中心的理念就是讲，伊做一个天主教的修士，意思讲伊是上严格要求遐圣经律例的人，伫遐苦修，伊感觉讲愈修心情愈袂快活。所以后来毋知发展出迄个因信称义咱知影讲这个信义宗，就是咱讲的德国的迄个路德会，也是信义会，就是因信称义，来诚侪因得到透放，无互律法所束缚。所以共款登山宝训，你若甲伊讲做律法来要求你定较侪条例，若无愿意做，也是做袂到，永远达袂到，你会感觉足泄气的。哎呀，无法度啦！做这遐悬的要求遐悬，我哪有法度？所以John Stott就讲，毋是，你毋是苦家己守啦，是你爱透过圣神的开力，对圣神的内面帮助你一步一步来甲伊完成。那安尼咱就知影讲有影毋是靠家己用家己的开力哪有法度？圣神顶头生所以。咱若无先经过生命顶头先来转化，有时登山宝训就亲像咱拄仔讲的两种极端，有的是安足愚蠢的迄个乐观主义，讲这迄个摆好看好，但是种是讲绝望，因为做袂到。这拢毋是咱登山宝训耶稣要爱咱的目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佫一遍来强调讲登山宝训这个。强调点是对马太福音写作的背景，伊讲对犹太人嘛，对这个已经捌圣经的会众嘛，伊传讲的对象是啥物？诚做伊的已经诚做伊的门徒的，伊是上帝国度的公民的，是上帝家中的儿女。意思是，这个登山宝训对咱已经信主久久的兄弟特别重要，特别有帮助，也是讲特别。是咱所需要学习的，因为登山宝训伊有真特别的魅力就对啦。第一，伊凸显出耶稣基督教导的核心。耶稣伊后来传道理、行神业、宣扬天国的福音，来教导人，拢用这个当做伊的基础。第二，互良善的一面更较有吸引力。迄个好到底是倒位？咱能通过这个来学习，过来，有时咱一寡无好的行为行做，咱会感觉见笑，因为咱知影爱反省，无下基督徒，无下耶稣的教示。佫像是讲，迄个更较水的世界，你有这个期待，靠一个远景，讲伫主的内面，这个有可能。所以咱基督徒传福音，引出人信主，咱就知影讲，这个救恩是确实的，是有功效的。福音是有气力的，所以咱
甘愿付出一切代价，欢喜要传主的福音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今仔日咱先甲这个山上部分做一个讲解啦吼。所以咱先读圣经，则读到第六节。首先啊，咱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只敢讲分享。安尼，这8福是倒8福？8福中间，咱今仔日要讲到第2个福气就好啊。后壁的福气，咱会当慢慢来隐秘学习啦吼。所以领受天国8福的恩典是啥物？咱得先看经节第1段讲，听耶稣的话。拄则咱已经读过，讲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上山伊坐落去，门徒wat来，就开始教示因。这个讲一群人，关系这个人，8福所天明的，是毋是讲8福讲这福互你，这福互我，这福换你，一人一福，毋是啦。伊咧讲的这个8福是整体的，像咱定咧讲另外伫加勒泰书内底讲的圣神的果子对无？你有这个果子，你有迄个果子，毋是啦，是一个基督徒爱伫各方面拢完整。这个8福嘛是同意思，就是讲一个军队主的基督徒，你要有这8种的特质。这8种特质，咱简单写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字：温柔、怜悯、谦卑、诚心、哀痛、妖淫无义，搁互人和睦，为义受迫害，这个拢是基督徒的特质中间爱具备的就对了吼。所以8福是耶稣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具体要求。所有特征拢是每一个军队耶稣的应该有的特质。这个特质咱能够较小可了解一下。这个特质是讲天国的祝福，毋是咱生活物质的方面经济方面。比如讲，咱拄仔讲8福中间有迄个妖羡慕，迄种欠缺、丧香，迄种是咧甲心灵有关系。毋是实际上咱物质上的方面，所以心内丧香的人、妖羡慕义的人，这个虽然伊的描述是丧香是妖，但是其实目的是互你更加丰盛。所以迄个画面是负面的，但是祝福是正面的。这也是有真侪人咧读8福的时阵，敢若字面上讲，这耶稣讲的这哪会？怪怪听无啥有就是这个原因啦。那第2就是伫这个8福中间有一句话头，就是讲什么有福气，什么人有福气，是什么意思呢？8福，互人这个解经家解过什么？讲这是一个幸福处方签啦。你要得到幸福，你照这8福的来行，你就是一生幸福。所以8种特质描述每一位基督徒具备的特征，这是恩典要赏赐或者基督徒的。这8种的这个特质，起做上帝国公民应尽的责任，嘛是上帝国百姓的特权就对啦。因为咱享受到伫主伫咱生命中治理，我画出这8福就知影讲，这个人是互上帝管着啊，对，互上帝所照顾着，互上帝所栽培着啊。毋是照一般的世俗，所以咱今仔日要分享，最后分享这2个福。第1福是心内丧香。你讲丧香到有啥物好啊？伊解说了，你就知影。承认你灵性真丧香，的人有福气。圣经安尼记载，咱读下面的这个历史的台语话讲，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心灵善车，他心灵善车意思是讲伫上帝面前，家己承认讲我足无够的，我的圣经读无够，我的祈祷无够额，亲近主无够额。我简单讲是，我承认我是罪人就对啦。因为承认家己是罪人，伫主的面前恳求主赦免，因为伫上帝神圣的愤怒下面，除了伊的审判以外，我任何拢袂堪值啦。所以毋知圣经真侪所在，有人得到耶稣的怜悯，伊甲伊讲我是罪人，
连彼得嘛讲啊，我实在是足袂堪sit啦。基督徒的第一个态度是，伫主面前袂堪sit，毋通趾高气扬讲哦，世间若我无得救啊，无别人会法度啊，安尼迄种诶，迄种态度伫上帝面前哦，上帝讲啊，你摕去边仔去安尼，承认家己灵性丧香，这是亲近主的大声。就亲像你我大家，谁人要来到教会，是讲主啊，我有无够，我有欠过，我需要。小等下咱要做这个异地的祈祷，毋是讲啊，我完全大人拢足好啊，无欠啦，是我欠比伫主面前主啊，是毋是什么所在我还无够呀？求主怜悯。啊，所以耶稣伫咧传福音过程中间，嘛有看到有人伫边仔伫啼哭，伫流目屎，啊。有诶是伫会堂诶中间，米伫边仔咧祈祷。耶稣讲，即款诶人，才是主所欢喜诶人。所以咱表示讲，咱无啥物会当摕出手来做交换，无啥物筹码就对啦。你唯一就是承认你家己诶欠缺甲不足，你灵性诶丧香。伫耶稣诶时代，即款人大部分拢是讲到上帝恩典诶理想中，像迄个抽象诶啦，遐做妓女诶啦，互社会所拒绝诶人。啊，这个人因为伊天生就是互人排斥嘛，互人拒绝嘛，所以因家己真清楚家己，所以因知影家己的欠缺，无啥物物件人献上，无啥物成就人夸耀。所以耶稣学了迄个献2个钱的寡妇，耶稣学了迄个拍破杆啊，迄个木板啊，甲伊抹油的姊妹，拢是因为因知影承认家己的不足，所以。承认家己丧香，是因为会当做的就是，伫主的面前靠赖求上帝怜悯，上帝的垂听甲应允就来啊。第二福是哀痛的人，这是较旧的经节的话术啦，吼，就是讲为着你的罪忧伤。啊，咱头前讲的这2个福，有清清楚指明什么？你我拢是基督徒，信主久久啊，像牧师是对细汉就出世就是基督徒家庭哦。你毋通想讲，安尼我逐项拢有啊，吼无欠啊，吼啊我这好野人囝吼，对细汉吼上帝保护拢互我，毋是呢，是你爱重新想讲，我心灵有丧香咧。搁第二，为着你的罪忧伤，所以基督徒的起点，上帝亲近遮的人，咱若无承认家己的困难、软弱甲不足。上帝就讲啊，你都毋免我啊，你家己来啊。所以为着最忧伤的人是啥物？咱圣经节历史的这是台语的，新约的圣经国语的是有讲为着罪啦。啊，所以你若搁加即个为着罪忧伤的人真福气，咱就真清楚啊。伊讲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你的忧伤是带来上帝怜悯啦。啊，所以基督徒。咱定下讲，咱咧祈祷中间，毋是干那讲甲主求啦、甲主讨啦，安尼啦。你也甲主讲，主啊，求你赦免我。咱定下讲，我伫主的面前，特别要困进前讲，主啊，今仔日我有所行所做，违背着主的旨意，求主赦免。赦免甲反悔吼，迄毋是一个歹势见效的事呢。赦免甲反悔，你才会重新校正。就亲像你开车哦，开毋着路啊，你也赶紧换转来啊。有一个妈妈吼。较早囡仔咧写铅笔啊，讲一个小小的教示真有意思。伊甲小朋友讲，小朋友啊，即马可能小朋友拢毋免用铅笔的，毋免用迄笔顶管咧头有一个小橡皮擦，对毋对？较早咱拢用会着，即马拢逐项拢宽便便啊，哈，甚至用电脑啊。这妈妈甲这囡仔讲，小朋友，你敢知影为什么你们国小小朋友要写铅笔？哎呀，互橡皮擦。伊讲就是你开始学习吼，写字的毋对去啊，对无？毋对个橡皮切切的，佮定写，啊你是毋是修正啊？啊你一摆两摆写毋对去吼，啊你会当修正。但是吼，你若用啊讲，这个铅笔用啊袂了吼，啊橡皮擦用了，啊你表示什么意思啊？你错误伤多啊，一直切一直录。好，小朋友毋对去会当改呢。但是咱到大汉啊，高中啊，写圆珠笔，圆珠笔什么意思啊？写落去要改就歹改啊，对不对？所以表示讲，小朋友在成长可以有错误的空间，慢慢修正，慢慢修正。等到愈大汉愈大人啊吼，
你真侪所在，你一个决定吼无好势吼，倾家荡产，你敢知影？你毋拄好吼去甲人签约，签毋着去，啊！即声家伙拢了啊！啊，你什么意思？咱伫主的面前有即种谦卑，为着做忧伤，赶紧改转来，烟笔切的、露露的啊，迄个橡皮擦切的就好啊！啊，这可能真好的体会，就是讲上帝吼袂算你的小讲啊，你这遐济罪是你有认罪悔改无？你有为着家己的罪忧伤无？吼！所以第二福会当翻译怎样呐？无幸福的人是幸福啊！意思讲吼，感觉家己无幸福，其实才是幸福，因为你需要主。啊，你若家己讲，逐项我拢会啊，亲像迄个少年官讲啊，耶稣讲你有守教，伊讲我拢逐项拢守啊，哇，忧忧愁愁来离开啊！啊，所以当咱的日子，互忧伤甲痛苦来围落，要怎得到祝福呢？耶稣讲话的对象是为着家己失去原来迄个纯真，亲像囡仔迄种的单纯，为着失去公义来哀伤的人。耶稣所讲的，较毋是咧讲啊，都失去亲人啦吼，啊，家己吼拄着遐艰难的事咧哀伤，是为着认罪悔改的哀伤。耶稣咧讲的是这，所以这是领受属灵祝福的第二阶段，知影家己心内丧向是一回事哦。为着家己的罪来哀痛悲伤，佫是另外一回事。意思讲认罪是一回事，啊悔改佫是一回事啦。敢若会晓认罪哀伤，啊，就安那规日吼，安尼啼啼哭哭无路用，你爱改，为着家己的罪忧伤，才是进一步。所以耶稣伊应允遐个为着愿意家己的罪忧伤的人，会当领受真正减轻因的哀痛的安慰，就是上帝白白的宽赦饶恕。所以兄弟姊妹，咱8福已经学习了2福啊，2个福拢是表面上是负面的，但是后壁面的祝福是正面的。心灵丧向，为着做忧伤，但是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是一个会改变的人，会改进的人，会调整的人。所以安慰的中间，上帝安慰是甚么？每一个谦卑到上帝面前悔改的人，因为伊的罪得到赦免。是安那？耶稣定咧医治人的时阵，毋通医治病哦。伊讲你通平平安安去，意思是讲哦，无病以外佫轻松啦。兄弟姊妹，最后要邀请咱富强赢50，享恩典8福。国语也是讲富强赢50啦，享恩典8福。我嘛讲这8福就是咱富强教会赢至50周年的一个福气，也是说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福气。因为你会当谦卑来学习登山宝训，明白你是一个优质的天国公民的特色。过来，咱用天国8福来当做基督徒生命的支票，哪会当吼背起来？我咧想讲吼，今年吼到年底吼，牧师爱加码讲，咱除了背12个月经节以外吼，8福若佫背吼，爱加码加奖品啦哈。意思讲吼，8福吼其实咱80经节尔，无偌济啦，吼，无加到1倍安尼。啊，而且恁会当用你习惯的，其实有人爱背迄个台语汉字本的吼，迄巴克咧版的。啊，有诶上爱好笨的，迄种背啊足熟啊。啊，这新翻译个是较白话，啊，毋过得背起来，改成无啥相共吼。兄弟姊妹，愿咱富强教会的基督徒追求成做一个优质天国的公民。你要哪追求呢？较无经历顶头生。第二，你较无要得到圣神的开展。第三，你要经历生命顶头生的转化。你生命有转化，基督徒毋是照章行事，啊礼拜逐项无欠省啦，这样你的生命要换新，你爱天国国民的这个模范伫遮。啊，所以呢，咱有闲这段时间，你若会当5章到7章吼，你灵修加解读几遍。啊，你若佫较骨力讲啊，牧师啊，啊无你这本册伫倒位买啊，来买来看看卖。你会当佫加上加足清楚吼，安怎伫天国？这3项部分，天国8福内底得到学习。这8个福气，咱今日读2个啊。心灵善切的人真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
后来咱搁要读第3，温柔的人；第4，咬嘴搭翕无义的人；第5，熬人民人的；第6，心清气的人；第7，促进和平的人；第8，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这个拢真有福气。啊，那讲的拢是负面的，啊，讲有福气，啊，但是要安怎行呢？咱爱谦卑祈祷，因为用人的眼光，用社会的价值观袂当了解，只有用天国的眼光才看会到。这时，咱要批判心，咱要把这款追求圣神的恩典充满甲祝福，用医治祈祷来甲主上结连。所以下面我要请咱这个代祷团队会当穿着咱的背心哈，咱的敬拜团准备以及兄弟姊妹，你有欢喜爱要对主领受到属灵的祝福甲医治，请你小等的吟诗的中间，做伙出来甲你头前，请咱备办。咱下面来吟这首咱熟悉的诗歌《恕我自由》第一堂的这个台语的祈祷哈，医治的祈祷，咱请同工带咱来唱。在吟诗吟2遍的时阵，咱请兄弟拢陆续来到你头前哈。咱有穿背心的，就表示要服侍的兄弟同工。咱看音幕来唱这首诗歌。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遐做多中的忧愁，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咱兄弟会使开始来哈，安尼时间较有够，免客气，到主面前，勇敢甲主祈祷。路路自由，虽干虽雾，路苦当当。主的行为，予我主来，请来第2遍，搁1遍来。赐我自由的心，听第1排哈，第1排免客气。愿主看见你信心来得到医治。啊！救我的生命，我出我中的忧。咱徛第2排嘛袂要紧，因为咱有穿背心，有穿背心的人也就知影你是要甲你服侍的哈。我们第2排可以站宽一点，站退后一点，请同工安排。要第2排的可以后面一点，没关系。救主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免客气，你的心就是信心的勇敢，踏出头前就是一个脚步，感谢主。咱音乐轻轻啊来，咱请服侍同工无够吼，一个不一定爱服侍第2摆，咱即时开始做服侍。愿主恩典领受，知影你的欠缺甲需要，感谢主。咱遮哈来头前哈，咱有背心的，无背心袂要紧。咱遮搁有头前搁1排啊，搁有2位哈，请同工长老也是咱的代祷团队来到头前哈，来头前来服侍。袂要紧，有的人会当第2摆哈，第2摆。哈利路亚，感谢主。头前搁有一个兄弟无哈，来请来。才有一个兄弟，咱继续来服侍哈，继续来服侍。为咱第2摆哈，为咱第2摆，请免慢慢来。咱兄弟姊妹坐伫外位，咱家己同心祈祷讲主啊，求你照你的心意，赐落你的医治甲透放，祝你的平安享受伫阮的中间。感谢主，感谢主。咱请同工哈，有诶还袂第2摆，咱若有服侍了第2摆会当来，第2摆会当来。咱能选第2位，才有1位秀丽姐还袂哈，秀丽姐才还袂。
服侍着，请摇一个手，因为咱今日人较济哦，还未服侍着的，还未服侍摇一个手，摇一个手就知影吼。还未甲你服侍，摇一个手吼，摇一个手就知影你还未服侍着。感谢主，愿主听咱恳求的声，愿主的恩典甲怜悯临到伫咱，愿主照咱祈祷，主来照伊的心意来甲咱成就。感谢你。兄弟姊妹，我要请咱听这拢徛起来好无？主的神啊，来唱这段下半段。主的神啊，咱当心的祈祷，上帝的确知影咱的心意。来，主的神啊，你伫叨位？叨位就有自由，世间虽有落苦当当，主的心话互暖。世间虽有，世间虽有落苦当当，主的心话互我自由。请咱头前的兄弟，也是咱有需要，咱把手放伫咱的胸坎的所在。主，我的上帝，我每一个行到主你面前的兄弟，用着较无的心来仰望你。主，阮亲像圣经耶稣嘅教示，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心灵丧香，阮需要主的充满。阮为着家己的罪忧伤，愿主亲自来赦免、来讨放、来洗清去。主啊，徛伫面头前，这兄弟姊妹。因检查有肉体上的需要，身躯欠安需要医治，有诶为着亲人的健康祈祷。爸上帝啊，你知影阮心中的欠缺甲需要，愿你照你奇妙的心意来成就阮伫你面前的祈祷。主啊，我要看见最的新约技术，通过阮家己的行动行到主面前。对主来呼叫祈求，主你就要成就伫阮的中间，互阮看见你真正是活我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爸上帝，阮伫周报内面有真侪代祷的兄弟，因今仔日袂当到伫即个中间，有的伫病床咧就静养，有的伫厝里咧静养。上帝啊，愿你的施恩医治甲棒也临到伫因的中间。爸上帝，阮兄弟姊妹，无论徛伫头前，无论是服侍者，也是阮所有兄弟姊妹、线顶的兄弟姊妹，阮逐人拢同款用这款的祈祷摆在主面前，因为主你无分别人，无分大家，拢要听阮大家伫你面前谦卑恳求的声。爸上帝，愿你亲自成就应允伫阮头前所有兄弟姊妹伫你面前所恳求的，愿你成就，愿你祝福，愿你医治，愿你讨放。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拍拍感谢主，谢谢大家幸福坐，请坐，请坐。愿主成就，愿主应允。咱甲时间到，咱思会，咱要来做奉献。奉献，咱请奉献的技术准备。
咱今日来迎红的时光。请坐。咱来读本话经句，咱读两摆。系，请。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介意结连的，会结真济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约翰福音15章60。我是葡萄树，你是枝，甲我结连，我嘛介意结连的，会结真济果子。因为无我，你袂当做啥物。约翰福音15章60。报告，咱来看周报。下周的事奉当中，主礼是吴英俊。宣告是司会是李荣泰长老，其他的部分请大家家己注意。过来看本会消息，今仔日下晡本会要举行圣歌队的观摩会，欢迎大家来参加。以上来请牧师补充。真欢喜，咱今仔日有两位新朋友伫咱中间第一位是陈怡蓉姐妹，来，请伊站起来，我咱欢迎欢迎她。伊是玉川姐的朋友爱给大家来家，欢迎你常常来第二位是翁丽珍姐妹在哪边？欢迎你！就是顶礼拜咱有一位林成斌兄弟的妈妈欢迎你一起来，欢迎你一下，谢谢，请坐，欢迎。感谢主咱今仔日的报告，牧师各做几项重要的提醒啦。第一项就是咱今仔日因为咱下晡有圣歌队的这个观摩会。咱等下礼拜煞足到了，咱就爱清场因为咱要布置会场这讲台拢要撤掉，要来摆这个阶梯，要来下晡迎子6队的圣歌队来这献诗来学乐主，嘛有2位足出名的讲员要来分享，所以咱除了圣歌队员以外，咱鼓励兄弟，你若下晡无特别的节目，请你来参加。伫楼顶顶悬楼来听，迄声音会更较好听。你下面要互遮个圣歌队员坐所以小等下第一场礼拜煞，咱即个清场了后，第二场咱要伫地下室礼拜所以服侍者、乐团咱的敬拜团、圣歌队拢要刷落去地下室咱的以赛亚嘛爱落去准备看恁坐伫倒位找好所来地下室按10:50伫遐开始。因为咱到遐咱的设备无够，咱袂当直播啦。敢若第一场有直播，请大家配合好。搁第二咱有几项的消息，牧师伫周报中搁提醒一个。第一，咱后礼拜吴英俊宣教士要伫遮来做诗歌报道，咱鼓励兄弟会当招朋友来，因为这诗歌大家较轻松、较容易接受会当招咱的福音朋友来参加，来等于传福音的福音书这个意思搁来是咱大岛团
大岛团有2个报告，第一报告就是讲，咱的即个中部大岛后礼拜对5月就要开始新的一期啊，第几期呢？55期啊，吼，55期。所以咱这55期重要中的重要，因为咱拄好周年庆，拄好伫这55期中间，所以咱邀请至少签名的也有100个啦，加倍50加50加100，50以上的基本款，咱足侪人参加伫这个祈祷团，后礼拜要伫遮来做车牌，所以若还未签经理适合的时间甲签名落去，一礼拜得1点钟的时间，甲驻亲军。这是真宝贵的时间，那你搬会出来你甲安排落去过来是咱母亲节，母亲节要翕专家服，后礼拜就要开始啊。全家福的纪念照片，咱家庭后礼拜就会行，咱就先甲翕起来。若袂当，第2礼拜就是5月初10，所以大家招个变咱大家迄天拢会特别整理安尼足舒适的，穿足水的，甲留落纪念安尼。我咧想讲，应该以后咱请咱西上的搁加一个日期落，毋知较好啊这是2026年的青春的照片留下来了安尼咱望讲，大家人拢留落即个宝贵的相片过来是即礼拜有一个劳工节啦劳工节所以呢，咱5月初1拄好拜5。迄天咱教会无上班所以你若来可能找无人，但是拜6我正常上班咱中集特别咧参加中会，要去高雄举办即个中会的中集研习会，共有300几个要参加，这是一个真好的造就。拄咱教会要迎至50周年真好的一个培灵会安尼搁一2项补充，就是讲爱心午餐暂停，咱劳工节休困，搁有是讲。咱奉献证明已经咧分你就要报税啊嘛，赶紧去办公室领通好适合你来报税。那最后要讲的是咱50禧年的时间，第一，咱下晡咱就有讲过圣歌队要献唱，伊拢准备足久咱为着因祈祷，互因今仔日的服侍拢足顺遂。第二，咱5月16搁3礼拜后5月16要举办即个教会祈祷时间研讨会啦。迄个5月16是拜6对毋对？他会记哩。咱若讲会规场的，你无法当参加，你上好至少爱参加5月15，就是迄天5月16进前一暗，5月15，咱要有一个随成牧师的祈祷培灵会，等于咱平常时祈祷会时间、恩典祈祷的时间，要改做培灵会。迄天咱无小组，全体要做伙来三个学习来灵修就对。上重要2项需要配合的，就是安怎呢？第一项，50禧年的纪念 T 恤，50禧年的纪念 T 恤，这3色拢足水的你伫现在咧试穿的，迄毋是原版的啦，迄是要互你穿size的我前2天就试看觅讲，我这个身材毋知爱穿几号的我今日上大领来就讲，哪遐大领，所以不要被骗了你都爱照方去试。意思讲有可能你穿 XL， 真都爱穿 L 的尔。因为我想讲，我这是毋知3L， 讲无咧，伤大领咧。比如说我穿的是 XL， 你甲想我的身材是穿 XL 查甫的，你若无比无输较大箍你袂使登记2L的，你会伤大领所以伊的 size 可能美国 size 的款，所以请会记你落去试一下。第一就是讲你登记3色。即摆是有人奉献所以一领300-400块的本钱咱卖150块，150所以赶紧家庭规家拢穿迄个全家福的色，足好的3色会记得爱登记才有算爱交钱咱通好计算数量，通好来制作，搁印迄个马具才咧重要啦，马具足宝贵的有咱50禧年的马具安尼，搁有一项50禧年的爱餐，就是即个8月初9暗时，咱要自餐，需要咱报名，咱才能统计数量所以呢，你毋免讲专家问买都先甲报起就对啊。你会当离小组报、团契报了，你若囡仔人要搁加，就是咱5月初10以前，咱甲报满，到时咱安排倒声，就按照你。
看是要家庭做伙，也要小组做伙，还是要团契做伙，拢会当安排。先报名入来，咱小组团契，甲咱的会长、甲咱的干部报名。咱无参加小组甲团契，请你等下礼拜煞，伫迄个大厅来甲咱的志强长老报名。吼，一个、两个、三个，都一个400块。然后占位的拢有400哦。你的囡仔吼，小朋友嘛是爱叫一个道声吼。赶紧甲伊报名，互咱赶紧统计人数，咱才要开放第2批。无到时吼，咱5月初10过，咱要讲第2批会当招你的亲人来吼。你若到时要报讲歹势，人报了，你也嘛袂使人赶走啊。讲我是富强教会老基督徒，你若毋我报，要叫你报，你都无报，人已经报了啊。因为咱的道声吼，60道，过来要加麻烦啊。无得去另外第3楼搁开啊，无因为无共位啊吼。迄个地下室会当容纳60桌，因为咱迄天要伫隔壁的文化中心做礼拜，咱毋免搁开车，礼拜煞搁过来这边食饭，哇，足舒适的吼。所以请会记哩，咱需要咱配合啦，无咱这同工足无用呢，伊毋是用伫遮等你报名呢，足无用的，无用这无用迄，所以赶紧甲报落去吼，交钱才有算哦吼，400块，咱教会补助400。吼，咱安尼会当足快乐，主要是快乐做伙聚会安尼吼。好，用安尼甲咱报告，多谢会记哩。第2场礼拜伫地下室吼，多谢。颂咏，咱起立来吟颂咏的诗歌，最后请牧师祝祷。咱做人领袖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扶持因带，互每一个主内兄弟姊妹，拢领受天国八福的恩典。愿三位一体上帝甲咱大家三合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道来避讳。